係等埋蓬萊仙子。全部馬匹準備妥當第7場賽事。國慶杯準備一開閘嘅時候，前面快閘嘅馬見到外邊有雅雪啊，大外檔副高盛嚟㗎。響內欄位置啦，有蓬萊仙子，中間多彩多姿，第5位締造美麗，外邊藍衫君子一言啊。內欄有包裝選擇啊，中間黃衫淺藍帽，仲有勁飛寶啊。後邊4隻馬有卡達勝啦，內欄啦，尾3位置紅帽嗰隻就讚話，尾爾多明利包咗落尾喜蓮標誌嚟㗎。好啦，過咗呢，咁啊呢個1000米段處啦，前面帶頭有雅雪放到出嚟跑添喎，跟住第2位呢，就係呢個蓬萊仙子係跟人跑添呢隻，咁啊第3位嘅馬呢，見到內欄位置有包裝選擇啊，外邊就多彩多姿啊，中間呢，仲見到個勁飛寶啦，咁啊再外邊有副高盛一路望入嚟就埋唔到嚟㗎，後邊嘅馬啦，仲見到內欄有讚畫紅帽嘅，中後碟呢，有多明利啦，締造美麗褪褪地咯喎，響外邊君子一言尾以內欄喜蓮標誌包尾呢，就係嗰隻卡達勝嚟㗎，好啦入正最後直路啦，前面嘅呢隻呢，就係雅雪啊，接嚟咗2個身位首先入嚟㗎，中間有蓬萊仙子啊，後邊嘅馬包裝選擇上緊嚟啊，中檔嘅位置仲有多彩多姿勁飛寶啊，響埋邊仲有喜蓮標誌啊，外邊即係追緊上多少呢？仲見到副高盛多明利嗰啲馬鬥到嚟最後100零米，包裝選擇鬥緊埋欄有呢隻雅雪啊，見到外邊有締造美麗，中間揾位上嚟有喜蓮標誌，接近終點啦，包裝選擇捧走國慶杯啊，第2名雅雪，第3名喜蓮標誌啊，第4名呢讚畫締造美麗啊，好接近㗎，咁啊結果呢。包裝選擇排過1檔係佢喎，一路守住一個好主動嘅位喎。雅雪同埋喜蓮標誌影相爭第2。哇！呢隻包裝選擇喺度贏啊，真係難搞啊！第2都仲係雅雪，第3呢就係喜蓮標誌，呢隻締造美麗後上啊，可以影到我第4嘅。早段咁啊，見到隻雅雪都用咗好多力啊，過嗰隻蓬萊仙子。好啦，睇下巡邏影片啦。包裝選擇1檔，係啊，雅雪係11檔。雅雪一起步又好積極㗎啦，一路比㗎啦。要係咁跑啊！呢隻馬係咁啊。咁啊，跟住殺埋嚟，入面有隻蓬萊仙子頂住佢。啊，我哋見到呢個締造美麗而家比都唔快喎，咁啊陣間轉彎仲俾人逼咗落去添。副高盛啊，咁啊今日跟到咁前啊，好似唔係好啱喎。嗱，多明利其實今日又比較後㗎，大概喺尾3個位置啊，啲長途腳快喺隔離就卡達勝嚟嘅。咁其實睇翻2隻馬咧，喺轉彎時候嘅攞位啊，咁同埋個際遇咧，卡達勝實際上你喺直路追嗰個程度係勁過多明利嘅，咁啊整種路程較啱啦。君子一言就走咗去啦，喺開面。勁飛寶啊，快都唔快啦！讚話真係唔 fit 就冇得講㗎，你孭到咁嘅磅位咧，飲憑你跟住咁靚嘅內欄位置都騎落去都唔夠啊！多明利呢度係望空㗎啦，反而波你見到嗰啲喜蓮標誌就偷位入邊，呢啲係賴維銘嗰啲手法嚟嘅。啊！呢隻締造美麗轉彎係俾人逼咗落去，而家係打翻上嚟。有時啲走位咧好難去計呢啲馬，希望卡達勝可以 keep 得住個操練啊！分段時間頭段13秒39，第2段21秒52，第3段22秒77，末段13秒03，總時間1分20秒71啊！快過標準時間5線。